啱啱入嚟嗰陣時做啱啱起好嘛，係咯，又掃嗰啲停車場啊，全部都係嗰啲泥地嚟㗎，好多泥沙啊。做完大清潔，跟住做咗唔知幾耐，95年，1年幾咯。跟住就有仁安醫院第一個 BB 出世啦，喺產房嗰陣時，咁我就去咗產房做啦，好開心啊！第一個 BB。我翻工嗰時咧，啲員工咧就114個嘅啫，即係我自己其中嘅114啦。不知不覺做咗30年啦。其實喺我哋物業設施部嗰邊做咧就好開心嘅，咁好似個大家庭嗰度，即係所有維修保養乜嘢都做嘅，包括房入邊咧冷氣啦、水電啦、暖氣系統啦、消防系統啦。如果你話咧係要用1、2個字去形容翻仁安醫院帶俾我嘅嘢咧，就係成長2個字。因為咧我真係由呢個嘅見習培養員開始做到呢一個高級培養員，咁喺呢度其實係學咗好多嘢。醫院帶俾我好多嘢。講真係由細喺度大㗎啦，基本上我畢業就喺度做到而家咁樣咯。咁就所以我都真係諗住做到退休㗎啦，可以嘅話。仁安醫院對我嘅意義咧，其實係可信靠嘅最強後盾，俾我哋舒適嘅工作環境咯。仁安醫院俾我嘅感覺咧，佢好人性化嘅。做嘢啊，工作都好開心啦。咁醫院都信任我哋啦。院長係一個好冇架子嘅人，人好好，好 nice，佢係好年舊嘅，對我哋啲員工咧非常之好。咁或者當我哋有時有啲創新嘅創意嘅時候咧，其實佢又會俾好多寶貴嘅意見我哋。譬如好似2016年啦，藥房其實我哋想去開發一個 OCR 嘅應藥系統啦，或者18年嘅時候我哋會開發一個查藥易嘅流動應用程式啦。咁院長都俾咗好大嘅支持我哋，我真係好感恩啦。嚟到仁安醫院，其實我係遇到好好嘅上司啦，咁包括咗院長啦同埋胡醫生啦。院長啦 ，Miss 潘啦，咁喺30年裏邊，我都係感受得到佢哋對我哋係好似一個後輩咁關懷、咁體貼，唔係當你一個員工咯。所以我身為一個管理層，雖然係一個護士長，但係我對我啲員工咧，都係用翻同一種方法，都係亦師亦友嘅處理方式咯。咁我哋做嘢好有 teamwork 嘅，咁同埋咧，我哋真係夾到咧。真係話頭就醒尾㗎啦！係啊，同啲同事又好夾啦，熟悉嘅面孔，大家一齊做咗30年嘅，成隊 team 都好似兄弟姊妹咁樣咯。即係有咩困難都可以你幫我，我幫你咯。有時間嘅啱我哋都會去旅行啊。我哋同工程部啲同事咧，自己啲同事咧喺寫字樓都有周時咧有嗰啲即係咩大食會嘅。放咗工啦，可以一齊去玩啦，一齊去旅行啦。有好多開心嘅回憶喺仁安醫院俾我嘅，例如有陣時有機會俾我參加一啲嘅歌唱比賽啦，俾我有啲表演嘅機會啦。呢獎叫做微笑行動優異獎，個歷史有25年以上㗎啦。咁呢個獎 remind 翻我，翻工就算點忙都好，都要記得同 patient 笑。其實日日翻工都好感動嘅嚇，日日都因為見證咗好多BB 出世啦，同埋媽媽生咗 BB 出嚟之後咧，先生同埋太太都好感動咁流淚啊，咁我搞到我自己都好感動啊。雖然係忙，但係都唔重要咯，即係最緊要係個 BB 所有都係好順利咁樣出世，咁我哋就好開心噶啦。仁安醫院我成日啲時間仲多過我翻屋企嘅，成日都喺度，日日都翻工都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就算你放完假，或者你係喺出邊翻到去醫院，踏入醫院嗰刻，你會聽到平時好熟嘅聲啊，見到好多好熟悉嘅人啊，環境啊，你會覺得係我翻到屋企咯。仁安醫院對於我嚟講都係第二個家啦。除咗係第二個家之外咧，仲係我嘅生命嘅一部分。我亦都好多謝咁多年嚟我班姊妹，即係對我嘅包容啦，對我嘅尊重啦，同埋愛護啦。咁我好希望我呢一個團隊將來成為香港私家醫院咧一個最優秀嘅婦產科團隊，能夠迎接20萬、30萬甚至40萬嘅 BB 出世。自己喺呢度做啦，做咗3年，見到醫院咧加建一期又一期咁啊，不斷咁更新啲機啦，要擴建啦，不斷咁發展啦，即係我哋睇到公司嘅前景係好好嘅。祝願仁安醫院喺大家嘅努力之下，可以再創佳績。